好，今日玩呢個教學呢個點樣攞到呢個 Roblox 嘅嗰個滅霸模擬器。有呢個遊戲第一個可以攞嘅特殊武器係呢把嗰個雷神嘅嗰個斧頭，然後佢需要250個擊殺就可以去嗰邊。250個擊殺就可以喺呢邊撳呢個按鈕，然後建議係私人伺服器，因為有啲垃圾人自己唔打怪喺嗰邊搶你嘅，然後你就可以召喚一大堆呢個騎士，然後就係用你嘅無限手套，因為你如果係正常嘅，你會咩武器都冇，然後你就用呢個，然後你就可以撳落去佢嘅動畫演示一下。如果你有呢個心靈寶石，你就可以撳專注，然後你用嗰個專注同埋，或者你有全部無限寶石，全部嗰啲寶石你都可以專注，然後加呢個充電，然後你就可以咁樣打爆。然後你就只能打到你有專注嗰時嘅嘢。如果你冇咗個專注，你係打唔過嘅，你就只能重新再開一輪去整。然後你儲到100個就可以有呢個斧頭。然後仲有第2個要解嘅呢個雷神錘，佢都係要用呢個，然後佢要打到呢個碎片係每打一個騎士就會有一個碎片，然之後100個就可以整呢個，然後儲到350個就可以整雷神錘。就咁樣。然後呢個有呢個寒冰嘅一個寶箱，然後佢要點樣攞呢？就係去呢個要先集齊所有嘅寶石先可以解，就係要撳呢個充電，然後用對準，然之後用呢個一直重複，
充電，然後再解體，直到佢變成藍色。然後其他嗰兩個都係一樣。然後你解完之後，其實我係唔建議解呢個先嘅，我建議係攞咗呢個通用武器先，因為呢個傷害好高，佢可以一下秒殺裏邊嗰個人，裏邊嗰啲 NPC。呢個點解我一陣間再講。然之後呢個唔知點解每次你做完佢都會要你再做一次。就係可能佢有順序。Oh my god, what the hell? 然之後佢會有呢個。如果你冇呢個通用武器，就用雷神錘同埋戰斧去打。然後裏邊呢個你要充電，再對住呢嚿嘢解體。然之後建議係喺呢個大石頭，呢個大啲嘅石頭嗰度，喺呢度匿。然後就係要打死晒呢啲 NPC。佢哋會發射嗰啲激光，佢哋會射啲激光出嚟。然後你每打一隻，佢就會扣啲血，中間嗰碌柱。就係一直重複，然後我直接跳轉到佢剩返10，依家打到佢剩返10滴血，然後繼續打到佢條柱死，然之後佢就會有佢嘅第二形態，又會要打250滴血，然之後繼續打小兵啊你，然後再繼續
呢個就係點解要縮喺石頭後邊嘅原因，因為佢係會射激光嘅，呢碌柱係會射激光嘅，就一直匿埋，然之後你就可以咁樣打。嗰碌柱啱啱射激光啊！然後我直接跳轉到打佢剩翻 OK， 然後而家打到佢剩翻10滴血啦。然後呢個時間係要打好耐嘅，所以要等有時間就要打。然後佢打贏咗就係咁，然後你就要跳。然之後佢呢邊會有個發光嘅石頭，你就要充電，然之後你對住呢個石頭用對住呢個石頭用你嗰個解體，咁就要瞄耐啲。然後呢個隻眼每次都會，然之後你射完你就可以撳呢個，用你個手撳呢個。然之後你總之你就可以攞到啊！你射完一次之後，然後通用武器係點樣解？就係建議用呢個暴風戰斧打，然後你就可以瞄準地面一直錘，一直殺，然之後佢就等你就一直喺度一直殺，然之後佢可能有一輪佢就會整出嚟一個紫色嘅 boss， 然後你睇唔到佢嘅血量。如果你要走到好近你先可以見到，然後佢嘅血好厚，但係你死咗佢都唔會，你死咗佢都唔會冇咗嘅，所以你可以復活再打。然之後但係打法就係建議咁樣充電，然後一直就喺呢度飛，用呢個，然之後喺度揼地咁樣，然之後就可以扣佢好多血喺你死之前。然之後呢個建議喺私人伺服器打，因為有啲特獸人又係唔自己去整嘅，係搶人哋嘅，就係總之你整到出嚟佢就係紫色嘅，然之後佢會攞住通用武器嘅，然之後佢會召喚好多圈光波光環，然後就係，然之後你最後打贏咗佢，你就會有徽章，然後你就解鎖咗通用武器。
然後呢個炮最簡單攞，但係最需要時間。我得。然後呢邊嗰個炮要解鎖就通用武器先，然之後用呢個槍對佢射，然之後你再一直對佢用技能，然之後唔係即係一直對佢普通攻擊，然之後而家佢出現咗一個黃色寶石，你就撳佢一下，然之後你就。如果上面有個通知就彈出嚟，跟住代表你攞到啦，然後代表你攞到，然後你就返去啊，然後返去普通嘅世界，然後你就去呢個一堆樹嘅地方，原本佢係藍色，然之後因為我哋開咗個機關咧，所以佢就會變成呢個咁嘅樣。然後呢邊好似要打差唔多幾百隻，要整好多次你先可以打出嚟第二個材料啊。總之要打好多隻，然後有時間限制，所以你整完一次之後你要再整一次，然之後一直整，然之後直到你打咗差唔多幾百隻，然之後佢就會有材料。然後如果你整出嚟咁就得，然之後你就可以等佢變返正常嘅，然後你再正常嘅會好打啲。然後而家重新入過啦，然之後呢邊都係要打個幾百隻，然之後呢邊啱啱嗰個要打好多次先得，然之後呢邊打個1至3下就死。然後如果你全部即係全部攞晒嗰啲道具啊，你就可以攞呢個雷神錘咁攻擊，然之後對住佢下邊條柱，對住佢條柱一直射，直到佢變成，而家佢有個波啊，佢有個波變成咁樣喺度發電嘅。然後你就企過嚟，然之後你撳一下中間，撳一下佢嗰個3嗰個鐘嗰
個電灶台啊，你撳一下，然後就可以啦。然後你就得。而家我教學晒啦，就係呢啲係我目前有嘅道具嘅呢個解嘅方法。就咁樣，拜拜。如果你覺得呢部片對你有幫助嘅話，或者係你中意呢部片，你都可以撳個 like 同埋訂閱一下，唔係撳個嗰個愛心，因為佢而家更新咗，然後同埋撳個訂閱，拜拜。